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樂理解》節目。今晡日咧會圖大家去台灣悠悠聊聊。不過咧，今晡日唔單上係去客家莊係去規則台灣，你可能冇去過嘅地方。你係乜嘅用嘅旅遊嘅內容咧？今日咧分享你今晡日作家係旅遊作家943分享。大家好，我是943。大家好，我是943，就是省錢省力還要省時間哦。耶，分享欣賞。其實老師很久凍久沒有來我們這邊節目了。今晡日特別來到你個節目，很幸福。噔，老師，恭喜你出新書了，謝謝。對吧？這個台灣好行出第2本，耶！而且唐公啊，2本書啊，現在非常的暢銷。謝謝，對啊，謝謝大家，是吧？信上，因為大家很喜歡搭台灣好行，因為台灣好行實在太方便了，然後大家就發現說，哎，我寫的書剛好就是懶人包，所以第1本就有上年度的暢銷榜，而且是蠻前面的，所以感謝大家支持，所以就再接再厲，再出了第2本，跟着943搭台灣好行2。那我要問一個比較冒昧的問題，再好好的介紹，連到內容自謙的時候，再問一下。現在要讓實體書可以這麼暢銷，其實很不容易耶。哦，謝謝，沒錯吧？其實就是大家蠻需要的，因為以前我那個年代，挑白愛這樣煙腿，出去厲害世界一定要買一本實體書帶在身上，一邊旅行一邊看，就是一篇改旅遊一篇來看。不過你啊，恭喜才會，現在很不流行帶書，因為我們就帶個手機，對吧？手機你隨時都做得查，隨時都做得看。可是動起苗哦，大家帶手機對不對？可是大家一定會買這本書。對，我就覺得，哎，為什麼？所以基本一起跟他翻了2本書，狗還有什麼地公？為什麼大家很需要這本書？因為它跟一般的旅遊書不一樣。用英講，我先來幫老師講一下用英講，因為一般啊，你可以講走的用手機去查的世界，大家查的都是景點。對。不過2本書，它不是告訴你什麼點好玩，什麼點好玩的，它點好港也不是，它其實就像是懶人包。對，你有點像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做功課，然後跟搭公車一樣動向送，一直走得很優聊。所以呢，這就是信上出2本書。現在講一下，老師，你為什麼會突然出了第1本，又立刻出了第2本？因為聽說這本書2本書地圖有32條旅遊景點。因為在出第1本的時候啊，就是跟着943搭台灣好行1哈，那裡面有介紹全台灣25條線哈。那這因為台灣好行差不多快100條了哈。那因為25條都蠻受歡迎的哈，所以就再接再厲，再幫大家精選32條哈。那這32條呢，有其中2/3都是疫情之後才開的新路線。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這個大概有名的大家都去過，不是？其實台灣有很多，連我自己去都覺得說，怎麼有這麼新奇又好玩、很不錯的地方？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好，也打破大家的觀念，就會變成說啊，退班都唔好搞。對，聽說出國去聊，一定要出國玩，其實也沒有。出國聊動吼，我自己也喜歡。不過退班還是有很多秘密景點，而且玩起來沒有那麼的，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有時候像這邊很多一日遊的景點路線，對。比方說像出國，大家1年出國可能1-2次、2-3次，對不對？可是1年的週休有50幾個週休，再加上連假，難道你都不出去嗎？都不在附近走走嗎？哈，那雖然說國旅大家覺得說，可能這個費用的關係哈，可是你可以你如果不想住宿，你可以一日遊啊，哈，或是台灣好行的套票有搭配很多的住宿的優惠，我住了很多個，大概都只有1個晚上，很不錯的，只要1000多塊。我正要問這個，對，來掌握問題，因為因為講到推班去搞的時間，大個地方飯店都貼貴嘞。可是事實上不一定，其實不是，其實如果你去看每個飯店每天啊，然後整個國家的這個數據的話，你會發現說，其實台灣為什麼大家覺得在國內旅行貴，是因為大家呢都是在週休或是在連假的時候在台灣去玩，然後出國是請假，所以出國是平日的價格去住國外的住宿，而且是住像日本那種小小的商旅哈。可是你在台灣，很多人不想住商旅，他想要住那種有院子的民宿啊。那這樣當然就比較貴哈。那所以如果你不想不想去花住宿費的話，那其實你就一日遊啊。那所以呢，我的這個第2本呢，有精選很多的
很多的縣市的路線，像是這個台灣好行的第一本就是桃園的全部全部的台灣好行路線，然後台北市的全部，然後新北市，然後跟宜蘭的部分然後也有介紹這個中部啦或是這個台南啦屏東啦那第二本呢就是這個新竹就是因為桃園都介紹完了嘛然後把新竹都補足了把這個新北補足了，然後這個宜蘭路線也全部都補足了然後這個花東的所有的路線，還有南投所有的路線，還有這個離島這個還有這個台南跟高雄跟屏東所有的路線，還有就是第一本有介紹金門幾乎所有的路線，還有馬祖那第二本呢就是介紹澎湖幾乎所有的路應該說除了機場線以外所有的路線。等一下，信上你總得要講，你要講，其實你等於是整個台灣你都介紹。那你像這裡面是你5條加上行1條改路線，你每月有100條，所以你還有另外50條可以寫。因為一直都在開新的路線，你知道，那每個月都在開。我這本書寫完之後，還一直又開了新的路線。好，講到這邊呢，特別讓大家會少改，因為信上講這本書非常的豐富，非常的多呢。老師，我們好好來講一件事情，好不好？我們就有一個一日遊以及郵輪式巴士。對，人呢是做在了解地方，老一樣的郵輪式的巴士。老師，你可不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這是什麼意思？因為裡面非常的空調兩件事情。首先呢，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台灣好行是什麼但台灣好行它其實是很便利的巴士，也就是說它載你去景點的巴士，所以你不用像以前那樣子在這個山區裡面等客運等很久或者是說自己租車很花錢其實你只要搭這個巴士或是台鐵或高鐵到那個縣市，然後你再去搭台灣好行，通常都在這個縣市的車站然後就可以去。我老鄉親朋友在講下，其實信上也是在講，其實你是用湊公差很簡單，不過講公差唔係，佢擺湊公差，因為湊到改片站去其他有去遊覽地方，不過改只公差是其他展一去到遊覽嘅景點，其實它就像是你一般我們出去玩的時候會搭旅遊巴士一樣，所以其實是旅遊嘅巴士，所以你送該用菜時間，你想去配的地方，冇好去你是走得去遊覽的地方，然後他幫你選好景點。對，就是沿路它會經過景點，那它可能也會有一些當地人上下學那但是它就是太有趣了，對，太有趣了。台灣好行的巴士有2種一種是人等車，一種是車等人。什麼意思呢？那人等車就是我們傳統的客運比方說這個獅山線然後就會有當地人上學然後去看醫生什麼那第二種呢就是，可是這樣當地人是不是也會一直經過景點？也會經過景點對嘛，老師沒錯嘛對，因為它主要還是一個景點的巴士，它還是景點，就是它會加去景點，對不對？所以當地的客運它也是存活的下去，然後遊客他也很方便的可以用巴士的價格就可以到景點所以這個是很不錯這個叫做人等車就傳統的一般的客運。那第二種呢叫做車等人然後大家可能可以講說這個巴士為什麼是車等人呢？它其實就有點像一日遊的，有點像遊覽車的巴士那這個，但它是做成這個台灣好行這種叫做郵輪式公車那什麼叫郵輪式公車呢？它就是把所有的景點，那個縣市那附近的所有景點，通通都串起來。然後呢，你在車上的時候呢，有這個導覽員跟你導覽，比方說全台灣所有離島的所有路線，還有花東跟屏東的所有的路線都是這種郵輪式巴士所以這樣很方便第一個，你可以把你的水壺或行李放在車上，然後到了第一個景點之後，你就在車上剛聽完導覽，對不对然後介紹這個，比方說部落啦、花東啦、風土民情第一站之後，你就跟着剛才的導覽員，他下車他就變成導遊。你就跟着他走，然後他沿途會介紹這是原住民的獨木舟這是這個什麼東西然後你就跟着他回來，你就不會錯過時間，你也不會被放鴿子。就是應該2點去到了解景點，所以應該是先下車一聊，給我聊比如聊2差3點為時間，我們3點之前轉到給他站牌是走的嘞，而且你東西思想性上講，你動改東西還走的不用都差檔，所以他其實像你自己出去玩的時候，一個旅遊巴士一樣，就好像特別跟團也是這個樣子，就像是一日遊的跟團，然後你就回到車上，然後搭同一台車去到下一個景點，這樣是不是很方便？非常
改便利。講到兩片，其實地圖的景點，是像線上講，兩本書地圖小概30條景點，每個人的細 Q 摸 Q 比如人家基本的心情是講啊，我今天不想要看美麗的風景而已，我基本希望以吃為主題。我今天只想去吃，我今天就是帶着去改性驚喜，所以這裡面也有吃貨路線。對對對，其實台灣人就是吃貨哦，我也是吃貨，就是台灣人很重吃啦。那這個有沒有一條路線是從頭吃到尾？有，我跟大家說，這一條路線就是從頭吃到尾。對對對，我看到線上的目錄哈，我真的因為我自己也是吃貨，我覺得我不是啊，因為我這樣我有點不好意思，應該是說我愛吃，動好事。我講還是希望講，係咩款數也是些，哎，滾一下論開始都系統來性侵動後改東西。老師，我看了一下這個目錄，在164頁這邊，對，有一個叫做可愛咖線，屏東的185鹽山可愛咖線，屏東，可愛咖，可愛是等一下，咖是咖必改咖，所以等一下咖必險。這題目有點挺偏，因為為什麼會有一個咖字？對，所以聽起來感覺上好像跟咖啡有關，對吧？对，可愛咖就是可就是可可，愛呢不是愛意是愛聊，等一下會講愛聊哈。然後咖就是咖啡哈，那185就是185縣道，所以這個是就是。沿着那一條線哈，所以呢，我們會去到可可跟咖啡。所以你看到唐先生公司裡有兩條路線是不你寫不你有聊，繞可可有關，繞咖啡有關，到底內容係嘛？其實要先聊下，你等下打上來講。到牆頭休息上，例如做家裡的節目地圖，其實我覺得重點是什麼？誰老大家來講，其實推班還有動到好聊、好高改提放。思想性上講，老師你剛剛有一句話也打動我，就是說我們到國外去旅行的時間，你也搶嘎喜，對不對？就是如果你可能會請周一、周二、周三，然後搭配6日，可是，在台灣我們可能不會刻意這麼做，可是。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刻意這麼做，去找一些再找到你覺得適合自己旅遊的地方。大家也提一點，提一點是黑工。如果說你只有1天的時間或2天的時間，其實你自己住的附近，也許也有很多跟你想象。你不曉得自己住的附近啊，有安東好高，有了解地方是走得去，所以看到線上2本書的時間是不啟動，哇，真的可以找個禮拜1或禮拜2，莫是係6日遊的旅遊路線，可還有聊。上團一節目講，你想要當一個吃貨，你都屏東的可愛咖線，對不對？可是可可，然後愛是愛聊，對，咖是咖啡，是，所以來到台高來講，因為我看2本書的時候，你打開的時候，你是不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這個就像是你搭公車一樣，對不對？然後每一個紅紅的點就是一個站，然後呢，上面有一些景點是老師有寫的，就是你提到還講湊公差湊到改片，你是走在哈伊有了啊，你也不要擔心，因為時間快，車子要開走之前，記得要上車就對了，對不對？那這個屏東這個所有的離島的路線跟花東的路線跟屏東的路線都是郵輪式巴士，是，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你被放鴿子，你只要跟着導覽員走，然後你就去到當地，你就不用擔心說錯過時間，是，所以這每一站都會去停哦。比方說這個原住民文化園區，可以下去拍拍照啊。但老師，我們這一條路不是要吃嗎？啊，對，所以我們這條路要講吃這件事情。所以剛剛講個可愛咖嘛，對，可可跟咖啡，所以我們會去屏東的可可咖啡園區。所以裡面可以吃嗎？對，大家喜歡吃可可或者巧克力或是咖啡，但你有看過可可豆長在樹上的樣子嗎？除非看電視，沒有親眼看過，很少看到。我也是去到當地才看到，很有趣。它有點像一個橄欖球，然後它直接是從樹幹長出來。是，所以老師，我們到那邊可以吃到東西，對不對？你可以去吃到巧克力，而且是屏東獲得國際金牌的巧克力。哦，對，就是世界冠軍的巧克力啊，還有這個
可可啦，巧克力啊，可可啦，這個咖啡也可以哈，是就可以去吃哈。然後再來愛呢，愛就是愛療哈。那愛療它有一個叫做黃精哈，精是負荊請罪的精哈，那個植物是很不錯、很養生的，他們做成黃金雞腿套餐。哇，對，所以呢，這個你中午呢，這個台灣好行裡面有包北東的，是這一個吧？對對對，看起來很好吃，对，很好吃哈。然後而且它也是这當地的這個老人共餐的這個餐點的，對，所以就是說，應該說這個老人共餐他們也有吃到雞腿，就是很不錯的，很有特色，對，很有特色哈。然後呢，再來就是這個可愛看再來下午會去這個吃鳳梨的農場。在美美的玻璃屋吃英國下午茶，而且是有冷氣的哦。哇，對，所以就是全部。然後大家可能會想說，這樣會不會很貴哈？我跟大家說，其實最貴的台灣好行是花東的大概一天玩一整天只要600塊。其實不會很貴，對，所以你想想看，屏東也不會很貴，對，然後有包北東我就覺得說，非常的划算。哇哦，而且這雞腿好吃，所以你可以蓋比好些。信上一直強調雞腿好吃，蓋比好些。所以你要寫到大家來講的，你看你人是做的嘞，你動向上，你不是 sell， 你嘛覺得不是 sell， 你是臭雞的差，還有你為東你改水，但是還改水甜甜，你下叉狗有是像信上講的玻璃屋。對，玻璃屋還可以喝咖啡、吹冷氣，對不對？然後還可以洗很多烤 K 鳳梨酥、烤 K 哩，所以整天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文青風又蠻浪漫的一個吃貨路線，也很適合。對，然後呢，我這個都有提醒大家哈，我這本書呢裡面每一條路線，我發現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就是，這條路線到底要不要預約哈？其實每一條路線的狀況都不一樣，所以呢，我就當時在出版的時候，我就堅持哈，每一條路線一定要附注說，比方說這一條是郵輪式公車哈，那這一條必須預約哈才有位置哈，或者是說這一條是假日才有開的哈，等等哈都有寫在上面，或者是說它有這個無障礙的班車，比方說有些人他膝蓋不好，他需要的是低底盤啊，或是要帶長輩出門要有這個輪椅哈，那這我上面都有附注說，這個是有這個無障礙的公車是可以預約的。比方說，如果你想要預約，這個要帶長輩有輪椅哈，你就可以預約說，幾點搭的那一班，他就會派那個可以。老師，我要去哪裡預約啊？每一條公車都不一樣哈。那你最好是可以去這個台灣好行的官網上面去查哦。那它上面就會講，因為每一條的路線都是當地的客運的巴士去營運的，所以每一條不一樣。但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呢，你可以去這個7，不是有機器嗎？我們買高鐵票都去這個機器買，對不對？然後你去點交通，裡面它有一個台灣好行啊，然後裡面有部分的這個路線是可以在這個超商去買的哦，對，非常的方便。所以其實整理一下是講，你做的是安陽的郵療，不過郵到的路線是禮拜六你長郵，所以你要注意是禮拜6日。然後第二個是郵輪式的巴士，係講你上的去都是可以預約的，因為我們線上講，比如講考克利那個園區，我就想，我到了考克利園區我就下車啦，那裡面我需要預約嗎？線上也是講，你一旦預約了那一天的旅遊，事實上巧克力園區就已經預約好了，它是包在裡面的，所以其實非常介簡單。去到改變，你係講大家線上加下有講做得去到便利送點解，繼續去做預約，不過係講大家會送名，對我來講。其實你是有送名天樓打台灣好行的官網，冠名是昨天預約，什麼？所以非常簡單。剛才講到係實兩件事情，什麼？因為線上真的是非常周延哦。比如我想講，講你不行，你講，我建議某想行，講我有成因，我想圖成因的優良，線上有規劃親子路線。比如講非常電影下吼，我都兩片是有看，這個叫做媽宮湖澎南線，對。媽媽改媽，宮廟的宮，然後胖夫改胖，南偏改南，媽宮澎南線在232頁這邊，對，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是一個惠松猴改親子旅遊路線，對不對？對，它是非常有趣的親子路線。比方說，像我全台灣啊到處去，就現在很多的農遊 DIY 有種過這個很多的種過體驗種茶啦、種稻子啦、插秧啦，哈。可是大家有一樣東西，應該很少人種過，什麼？是
種珊瑚，大家有種過嗎？沒有。海裡的珊瑚怎麼可能？对，怎麼可能種珊瑚，對不對？可是你到澎湖去就可以體驗種珊瑚哈。為什麼要種珊瑚？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珊瑚啊，台灣哦，我應該這樣講，就全世界哈，珊瑚最漂亮的地方在哪裡？在台灣跟日本。在台灣跟沖繩這個地方啊，那我去了全世界很多的這個知名的島嶼，他們的珊瑚都是土黃色的啊，沒有像台灣這樣五彩繽紛，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呢，全世界的珊瑚最多種類就是在台灣跟沖繩啊。那這個可是這個因為珊瑚白化的關係，所以我們看不到這些珊瑚哈。那所以我們親子遊的時候也怎麼樣這個讓這個小朋友也有這個保育的海洋保護的意識呢，就是帶他一起去種珊瑚哈。那種珊瑚怎麼種呢？其實就是我們搭台灣好行，對不對？那這條是郵輪式巴士，那他會帶我們去到一個這個種苗繁殖場啊。那個地方呢，你只要預約了台灣好行，你就等於預約了這個種珊瑚的行程，你不用另外報名。很簡單，對不对？這跟我們上一個路線一樣，你到了巧克力園區，其實裡面進去就不用另外進去吃都已經對，他就幫你留了一個種珊瑚的名額哈。那比方說你家裡啊3個人就自己一組哈，那他會發給你一個會長的珊瑚，就是它會長出來的珊瑚，然後他會發給你一個基座哈，然後你就把它粘起來啊，粘進去，粘在那個基座上面，你可以簽名哦。比方說，這個你們家姓邱，你就寫一個邱 family。哦，然後或是怎麼樣啊？就是幾週年紀念，對不對？結婚20週年紀念，然後你也可以寫上去哈。然後呢，你就這個基座就算做好了。那這個保育員他觀察幾天，這個珊瑚還在繼續長啊，他就會挑一個適當的時機，把你剛種在基座裡面的珊瑚放到海裡面去啊，所以這就是非常有意義、非常有紀念性的這個種珊瑚。所以其實大家會想講說，因為你做在做生意是有料冇錯，然後你也做在體驗。他講從了解誰線上講的，因為因為狗場地圖你做在本大家都了解環保的概念，環保的概念。因為你在這個種珊瑚的狗場地圖，你一定會跟小朋友分享很多這樣的知識嘛。是種線上講的，珊瑚度推翻費松來講，不過我們真的。還是有很多人為的破壞，然後再加上剛才信上講比如不管是海水溫度的調整啊，對，其實都影響了很多我們珊瑚的，真的所以親子遊就是要去這種對，所以你土生意了，直接生意做在看到動這樣改風景啊，做在了解動都改地形。我覺得親子遊也是一種親子的互動，對，就是有教育意義的地方哈。然後呢，這個澎湖對不對？我覺得台灣好行真的很棒，尤其可以在離島跟花東或是這個郵輪式巴士看出來。比方說哈，我第一次去澎湖的時候，哇，什麼南沙啦，什麼在東南西北通通搞不清楚。可是後來我發現有了台灣好行，我再也不需要去研究地圖，就是哪裡去哪裡哦。然後我再也不需要去 Google 說哦，澎湖10大推薦景點。以前我們都是要規劃景點，覺得很麻煩，對不對？我要去 Google 說這個哪裡哪個縣市啊，或是哪裡的這個最推薦的景點，然後我再去查，第一名的要怎麼走到第3名？我要先去這個，還是先去這個？然後幾點到這裡？幾點到哪裡？對不對？對，我跟你講，現在通都不用，現在不用。怎麼做？怎麼做？大家先聊啊。線上沒讓你講，我們要怎麼做？等下長會講。上次節目你講到澎湖要怎麼做？澎湖，對，所以現在呢，我們都不用去花時間去研究說啊，我要去 Google 啊，哪邊景點值得去，然後去查景點怎麼到怎麼接哈。現在你只要到那個縣市啊，然後搭那個縣市的台灣好行。像我去澎湖的時候呢，就一天搭一條，把這澎湖的台灣好行每天都搭完了，然後你澎湖的所有的景點通通一網打盡。那這樣子要幾天，老師？大概3天。所以我只要住在澎湖3天，然後我就定3天上面改推班好行的路線，所以意思
很輕鬆，眼睛睜開，都不用研究，然後帶你想要帶的水，然後需求的小東西，是所謂湊差，對，湊差很多改變是可以預料。如果線上有廣都動出來給實行誰講，還是要先上網預約，對不對？因為它就是郵輪式巴士嘛，對，因為從共差強榮，如果其實從黑你報一套遊覽車強榮，就是你包了一台遊覽車的那種感覺，而且而且是小巴士，有澎湖很熱門，所以都是大巴士。哇，都是大巴士，對，所以那真的就像是旅遊团一樣，而且是把你的旅遊景點都規劃好了。然後我書上有寫哦，你要在哪幾站搭車比較容易搶到好的位置哦。這每一條路線都有這個一些攻略哦，比方說先走 A 點，再到 B 點就是下坡，比較順路，比較省力啊。每一條路線，所以線上意思是講啊。係講自家送用去看的世界，當然做的預約路線，不過係講看線上兩本書的世界，基本有當多小訣竅，對不對？小秘密，為到數地圖讓你來講，去做的提醒你當多的貼心小事項，對不對？比如說有一個貼心小事項，我一定要講的事情，就是像老師你這邊還會有那種類似，我看到說我嚇一跳，然後看到是個合圖誒，我把圖係買個地鐵圖。哦，對，這個是這就是你的貼心啊，什麼？這個其實是觀光署整理的，好，但我覺得這個好棒哦，這就是我們需要的啊，哈。那這個是什麼？有點像這個在書的最後面有點像日本電車圖這種哈。我以為是電車圖。對，其實台灣好行規劃了很多可以很好接的路線，比方說哈，它可以捷運接台灣好行，然後再接火車。比方說哈，我們想要去平溪啊，或者去十分啊放電燈，其實你可以搭捷運到木柵站，就搭台灣好行，就可以到平溪啊、深坑啊、十分。我懂。對，因為我想可能什麼有觀眾朋友是在問講，你們講的安康送不是說943嗎？對不對？又很省力，又很省時，又很省錢。我講我倒大容易去，所以大家唔是基本上講，你先湊火車湊到來，然後你湊橋輪湊到來，改變是不是有台灣好行改差走的湊？其實是這樣，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很懶，你完全不想做功課的時間，大概還是會說，老師你說從那裡出發啊，我要怎麼去那裡？對，怎麼去那裡？容易很多改變湊上，書裡面也幫你整理得很清楚。像台灣好行啊，就是你可以搭捷運啊去這個平溪線，然後就可以搭台灣好行，然後還可以接到，比方說從瑞芳就搭火車回來，所以你可以捷運接台灣好行，接巴士，然後接火車哈，接哪裡？然後北中南離島都可以接。我覺得台灣好行其實戴強很適合推班業，我覺得很適合外國人。是啊，很適合外國人啊。對。所以根本解析來到兩邊偷偷的、好的頭要的小改，大家還少改兩本新書，很好從來世界黑。其實台大有豆豆的宣傳，其實我覺得台灣好行真的一直不斷的優化，對，一直不斷的改良。還有東你走錯過台灣好行改差改世界黑工，又嘛改意見，又嘛改建議，其實反應還是會得到蠻好的回饋。而且呢，現在大家可能一般搭這個客運會覺得說，哎，我會不會一次等1個小時啊？我會不會去的時候，公車正好跑了？我跟大家說，因為台灣好行哦，現在非常準時，對吧？它非常準時哦，它準時到幾乎可以跟日本公車一樣準時。好，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因為它每一台車上面都有一個小方塊，叫做 GPS。這個車子開到哪裡，幾點開？如果沒有照這個時刻表發車的話，司機會被罰9000，好可怕。對，所以呢，為什麼現在非常的準時？對，要很多錢的所以這個它是會非常準時。還有呢一點就是如果你怕說，這個時間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準那有一些人等車的這個客運的部分，其實台灣好行的官網上面有一個很棒的功能，叫做公車動態。就是它可以看公車現在在哪裡那所以你可以去看說，去看說這個還有10分鐘，還有10分鐘，對，所以我再慢慢晃過去前5分鐘再晃過去，或者是你看到它上面有地圖哪一個站在什麼地方，你就可以找說，我要去附近的什麼餐廳吃飯就找附近的吃的地方。我有個問題要提問，就是郵輪西改 bus。它的時間是固定的，它會幫你放下車，在那邊等你，你哈也無聊。可是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我們自己不可以遲到，因為他也不會等你，對不對？
對，有一些比方說像東部的海岸的某一條線，它是9個小時，然後600多塊的哈，它那個真的就是不能夠遲到哈。那所以很有趣哦。一般我們大家遊覽車都會覺得說啊，這個9點10分集合，那我9點10分再開始走過去，對不起不行，你要像高鐵站那樣子，就9點10分發車，你9點08分就要到車上。我覺得這樣很棒，因為只有那一條路線。因為東東你係講特別跟團與厲害的時間，比如我們說10點會集合一些，就會有導遊說人還沒有回來，然後到處找人，然後一直拖來拖去，對不對？但這個沒有，就是你自己還是要掌控時間，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很縝密的規劃。所以台大講基的共產不會遲到，基本動準時，所以你才會準時送餐，因為還是會等你來，你不要遲到太久。但是就是另外就是東部那條線是特別的嚴格，大家會。不過在這裡就是提醒台大，我們還是要當個好旅客嘛，對不對？因為他還是會給你很充裕的時間，因為基很有故意把狗他不可能給你5分鐘就上車，不可能。因為台大安有時間，台大可能有聊到翕相，那些東西可以讀吼。不過講到兩邊，其實有一條線，特別讓台大在講的就是，我們以前每次講到花東的時候，講到發動改時間，台大都會講伯朗大道，對不對？對。經不經每讓台大都講伯朗大道有夠美，是台又來講金剛大道，台灣真的動力很喜歡有一些大道，你看，對，好美，超美哦，藍天白雲，而且感覺是海天一色，直接就到盡頭就可以看到海的感覺，海岸用音吼。而且這個是只有台灣好行可以去，對，全世界只有台灣好行巴士可以上這一條金剛大道。我是說全世界，全世界對，就是全世界就全台灣，然後講德國來的公車也不能去，所以全誰開？就只有台灣好行。對，好，意思就是說你自己開車可以嗎？不可以，自己開車可以，但是如果你是搭一般的遊覽車，遊覽車不行，旅行社遊覽車、遊覽車全部都不行。對，那你就一般的遊覽車啊，你可能覺得说，比較舒服啊，不是？它到了金剛大道呢，就必須在入口下來走，下車，然後走路走10幾20分鐘，走到最裡面才能拍到這麼美的景色，然後拍完之後呢，再走出來哈。但是如果你搭台灣好行，因為它的路權只有授權給台灣好行的玉長豐濱線啊，那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在這個路口看到別人都在底下坐車，對不對？你就可以像那個英國王妃那樣對大家揮揮手，Hello， 不好意思，我坐車進去了，然後坐到最裡面去。啊，坐到最裡面之後呢，這個導覽員很會拍照，他會幫你拍這個很漂亮的這個個人照。完美照哈，拍完之後呢，你又搭這個車子哈，一路從這個最裡面，對，又像那個日本王妃也可以啊，就這樣一路啊搭進去。好了，這也是，其實線上動貼心啦，其實你有夯美走對啦，其實走20分鐘也是一個很美好的經歷。可是意思就是說，你是有選擇的，你摸熊海夯路，你搭台灣好行，它就是一路。只有他擁有那樣的路權，他就是一路開到底，還可以幫你拍照，可以費松改唱送，然後讓你覺得也是一個另外一種不同的旅遊的方式，就覺得說省錢省力，真的是省時間。好，所以講到兩片呢，真的就是讓台大講哦，為什麼好像訪問這個943旅遊作家韋啟東，他很多話可以分享啊，因為人家第5都所有的東西，他都是每一條都親自好好的去走過，每個照片都是自己認真的去拍，除非該不應該天西洞吼都都霧映天來都都露台水世界，他才會去可能觀光局有一些已經蠻不錯的圖庫，然後調了一些圖片進來，所以我會覺得看這本書哈，我覺得有沒有趣是一回事，但是我必須要跟你分享。光看書心情就會很愉悅，因為你只會看到第5都動降改風景改圖，你是不是想象個啊？如果真的可以去玩的時候，心情一定會很好，感覺很美好。好，所以其實還有動改東西有讓台高會打嘴鼓，讓台高會聊。那走到這邊，老師我們簡短的1分鐘講一下。我們看我們講到它很準時，可以動準時，你可以去官網預約。黑貓找頭鐵的便利商店那種預約啊，是地圖又動的小秘密，還會告訴你這是禮拜6還是週間有。我們大家想用那這個是不是郵輪式的巴士？不只是這樣哦，哈，還能怎麼樣是多給豆簽，然後呢，還有就是說，不用花時間去做功課，只要看這本書，然後坐車到那個縣市。
啊，就可以搭那一條線式的台灣好行。對，那本來也希望講，基本應該節目地圖走的，至少介紹很多什麼，至少什麼5條路線。可是因為實在是太豐富了，我覺得我們今天就動作改秘密，靠台積尬去發現。所以呢，我覺得非常感謝旅遊作家943幫我們帶來943，尤其上拍攝帶來台灣好行，你跟着943來搭就可以去到台灣很好玩的地方，都好了解地方。節目該準備呢，我們要好好來預告一下，下禮拜11月25日就該是2版。嘿嘿，又來土台家來看你提示上改嘅七色名國際少棒熱球改比賽，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比賽，因為已經到了13屆了哈。這邊也跟我們的老師分享一下，所以下禮拜係講繞場所有嘅鄉親朋友聽出來記得來看比賽哦。老師，我們記得一起來看這個比賽，除了看這個書之外，所以給你們動感就欣賞呢度兩片，謝謝施夢妮。好，聽年下來咧，用下對做認同咧。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勤宅，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宅分享出去本大家哦。